張雨晨呢位係中年好聲音生，憑住209分屈過亞軍嘅歌手。雖然佢冇攞到冠軍，但係佢個舞台魅力加上唱跳實力，啲人氣就好似火箭咁升啦。咁而家新聞同是非都陸續而來，不斷喺娛樂版面上見到佢嘅聲名。首先有媒體揭發佢曾經住過一棟逾60年樓齡嘅兇殺大廈，哇，聽落都覺得有啲陰森啊。之後張雨晨馬上澄清，已經搬咗去將軍澳近電視城。咁而家工作方便好多咯。仲有傳聞話佢同一位同性密友 Kelvin 出雙入對，關係非常密切。更加有粉絲會會長被爆出曾經係吸毒人士，但係後來因信仰改過自身，話題不斷啦。不過呢啲負面新聞完全冇影響到佢嘅人氣嘅，走到邊都係粉絲拆爆場面，人山人海，熱鬧到不得了。咁至於演唱會方面呢，張雨晨喺今年8月17號已經喺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咗佢人生第一場個人演唱會。當晚佢仲邀請咗佢阿媽上台合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母子情深，全場觀眾感動到眼收濕啊！麥花臣場館容納大概1979人，係個中型場地，舞台同觀眾距離好近啊，氣氛自然好溫馨啦。咁而家仲有個最新嘅宣佈，就係跨年演唱會張雨晨 The Novera Ball 演唱會。演唱會會喺2025年12月31號同2026年1月1號，即係跨年嗰兩晚，假亞洲國際博覽館8號館舉行。哇！亞博館8號館最多可以容納1400人，但係今次主辦方只係設置2800個座位，咁呢，就比麥花臣場館大咗唔少，場面升級咗啦。門票分做港幣1080同港幣680，會喺11月3號透過 CD Line 正式公開發售。講到尾，因為場館升級同座位增加嘅關係呢，門票暫時仲有得賣啊。咁所以將軍澳中心就搞咗個優惠活動， The Point 會員只要當日用電子貨幣消費滿港幣7000，最多可以累積3張唔同商戶嘅單據，每張只要換港幣100，就可以換到一張價值港幣686 Party 演唱會門票。名額只有100個，先到先得，換如即止。消息一出，商場即刻掀起掃貨潮。粉絲仲搞笑咁話，買衫買鞋都係次要，最緊要呢個張雨晨嘅門票。總結嚟講，由兇殺新聞到密友傳聞，再到演唱會升級，張雨晨真係當之無愧嘅娛樂版面要點人物啦。跨年夜 The Novera Ball 不單止係佢舞台排場嘅升級，亦係粉絲必搶盛事。到時會唔會再創人氣新高呢？大家拭目以待啦。